若师父再走半步，只怕海市会说出不该说的话。小时候你陪我下棋，有时候急得哭起来。现在才过了几年光景，棋力长进了，都有发呆的余暇了。这一手下得太急了，下棋需依理而行，不可无理强行，要入静移缓了。宁弃庶子，不失义先，这是师父教给我的。眼下师父既没有把握一口吃掉我，又不能容忍我扬长而去，待要如何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师父在想什么？师父昨日去过营中，为什么要去看我？为什么要留我下棋？师父现在一定想说，若是这黄泉营参军我做得不舒服，不如就留在天启城，帮我另做安排。公爷，少府见把小公子的锦服送到这边来了，现下还等着回话呢。师父，我该走了。此一去，归期难测，有些话还是直接对师父说的比较好。我对师父不一样。所以师父万万不可再往前走，哪怕半步。不管是出于从小看我长大的情谊也好，对我关爱的拳拳之心也罢，都不可以。若师父再走半步，只怕海市会说出不该说的话，做出不该做的事情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海市只能一辈子熬在关外，没办法回来再见师父。一局尚未收官，我若当真一目半目与师父计较，未必会输。